啊，是的。换人，双方换人。四楼下非常大。77-2，换人3次。双方换人，没有暂停。哎，等一会儿，多少人？数据打，多少时？四在上，之前2分，5按打出来。别接到。换人，这样就判胜了，没有胜负，2分没有胜负。干嘛？他这规则是2分之后可以选择偏左，球。你害怕是吧？害怕的。换人。还有15秒。10秒。出手5秒。4秒。37比19。37比19。